A 零祭，苗栗县西石族重要的祭典。A 零祭伫西石族的族语号做巴斯达爱，达爱是神的意思。毋过原本是伫指身悬无够3尺的 A 人族。听讲古早西石族甲即种 A 人族群住离无偌远。A 人传授种植的知识，佮互因种子，嘛教因祭典的仪礼佮歌舞。便若有祭典的时，就请 A 人同齐来啉酒。毋过 A 人族较好色，有一摆啉酒以后 ，A 人族的少年家去戏弄西石族的水姑娘啊。西石族的人真受气，就设计害死 A 人族。想袂到刷倒来，年冬就拢歹，灾害搁一大拖。西石人想讲，这定着是 A 零在作怪，所以就将原来的丰年祭改做 A 零祭，甲会师的祈求谅解。西石族的 A 零祭伫台湾真特殊，时间是伫每年农历10月15前后，伫台仔米收成了，稻啊还未挂进前。头起先为苗栗县南庄的南西石开始坐，坐线才刷来新德县五峰乡的北西石，搁刷落来坐3日。日本时代，统治者惊透过祭典团结起来歹管，就下令改做2年一小祭，10年一大祭。建立到祭典迄日，去伫外地的西石人嘛拢会赶倒转来，用上虔诚的心来参加祭典。这款 A 零祭嘛已经成做西石人信仰的一部分啊。作者陈宪国。